阿爸的歌声大得够小，写金色。阿爸伫分家的时，借一台牛车，甲阿母带着5个查某囝，对路前厝刷来甲汉堡园住。伫铁基路边买一块地，用稻草、甘蔗虾、竹竿啊起一间草寮啊，规家伙啊伫遮徛起。竹竿啊做结构，壁是用竹柄啊并起来，再搁用稻草剁好幼幼，甲牛屎拉拉咧，固点竹柄啊顶。厝顶起甘蔗园，把甘蔗虾啊砍，涂骹的土，牵牛车来校好定定，竹竿啊厝就完成啊。这种厝热天真凉，寒天真温暖，上惊的就是落大雨。只要若是落大雨，阮规家伙啊就开始开运动会。老母烦恼落雨，阮姊妹啊却是欢喜有水通耍。这间厝落大雨的时，厝顶就开始落雨。阮就会开始摕面桶、铜鼎啊的渗水的顶，搅出洞来渗水，叮叮当当的水声吵几暝，连面床都澹落落。雨大的时，一间厝规家伙啊，外面落大雨，厝内落着小雨，找无一位通好美雨。落尾啊，拢会去居伫灶骹边，翻当年的八七水灾，将阮兜的土壁冲了了。铁基路到顶面，阁是风头，寒人风咻咻叫，对壁孔撞入来真寒。囡仔拢啾啾做一堆，加上番人兵真济，会来偷掠鸡，四界拢是甘蔗园。为着安全，老爸决定到5工区，是因为听讲有一天有一个人头毛长长、闪闪闪、喙手好好的新鲜面的新运人来问李姐讲。恁兜敢有大人伫咧？李姐将这件代志讲互阮阿爸听。阿爸阿母为着这阵囡仔的安全，遂搬厝。平常时啊，老母毋是去田里做事，就是去阿哥因兜开蚵。迄个时阵开蚵有钱通赚，甲一阵家庭大工同款。厝内村大汉的阿姊照顾阮，铁基路边只有阮这间厝，少人行搭。才来5工区，甲人照大。照阿母咧讲，这就是番人兵搬来5工区住。阮兜各加2个小妹仔来报道。但是我伫汉堡住这么久，从来嘛毋捌看过。若毋是李姐真正看过，经过老母的证实，进前我拢当作是传说。阿母讲过，番人兵的由来是一寡有犯案的兵仔，互人掠来海尾仔的。海岸边得起海岸，袂堪得艰苦就会逃走。日时啊，去秘伫甘蔗园内，暗时啊，才出来偷摕物件，卖偷掠精神啊等等。久长秘伫甘蔗园内，草埔仔来，无情无理，无洗肠，生做足歹看的。像因生做足歹看，就算无咧偷摕物件，简单看就会惊死人。迄个时阵。听讲，连囡仔看到嘛唔敢吼出声。若是有囡仔爱吼，大人会喊番人兵来啊，囡仔就唔敢吼。比火锅布啊，更较好用。迄个年代的砖脚厝，一间一间拢离真远，大家有约束讲好。若是有发现番人兵，或者是查来时用放炮。若是庄内有听到倒位有人斗咧放炮。大家加石头啊举咧，随去斗3工，这就是庄脚人可爱的人情味。三顿食的是番薯签、餐饭配菜脯，生活甲真困苦。毋过阮囡仔感情真好，生活真困苦，这毋是表示阮过得无好。阿爸的歌声对一般的歌谣改唱农村曲，农业社会，阿爸甲土地有厚厚的感情，唱着经残、辛苦、知足。朴实的情怀，甲灿烂的风光，像西北雨、天鹅乌、牛犁歌、农村曲、水车姑娘等，拢是农村生活写实的歌曲，是阿爸爱唱的歌。物资欠缺，想要食一块肉，就要等过年过节，也是有人客来，或者是去外妈兜，爸是用本的，阿爸拢是食头壳。去头啊！我以为大人较爱头壳。
哦，毋是，原来肉是欠要来互囝食的。阿爸拢是等囝食饱才食，真正是济囝饿死爸。阮兜的地毋是种稻啊，就是插甘蔗。第一讲食粉四方，第二讲种甘蔗互回社帮，第三讲带查某囡仔去县东方。甘蔗收成的时，回社会请人来收成，会请牛车来车，装伫乌台，蔬菜伊去帮，钱蔬菜伊去算。毋捌听人讲有意见。较早的做事人，较乐观持重，糖厂讲偌济就偌济，才有这种言语。先民真正是有智慧。民国60、70年代，政府为着要提高农民收益，而提倡所有的农、渔、牧综合养殖，才将农作物、猪、鸡、鸭综合式的经营。甘蔗种3、5冬了后，阮阿爸会开垦饲猪和五桂鱼仔。五桂鱼仔原本是出产伫非洲，全世界有100多种。水产署记载，胡振辉甲郭启忠两位先生伫1946年对新加坡引进俗称土种的五桂鱼仔，又称南洋吉仔、乌吉仔。后来人为了纪念这两个人引进的功劳，特别取因两个人的姓来号名五桂鱼仔。五桂鱼仔熬生炭，若是透早或者是黄昏，拄咧生炭时，规个水池啊，水面拢是鱼仔的喙，拢会浮出水面，喙浮出水面，合一个合一个。白灵丝、触礁啊、白头壳啊等的礁啊，会来水面掠鱼食。迄种画面真壮观，因为利用猪的排泄物直接间接做鱼的饲料。虽然大家废物利用甲节省饲料成本的目标，但是五桂鱼伫消费者的心目中留着负面的印象。到今国内也有袂少的消费者有这种印象，我也是同款，无爱买五桂鱼仔来煮，大大阻碍消费者的意愿。政策错误，致使老爸饲五桂鱼仔并无赚到钱。经过几啊年，就将鱼池仔囤起来种作。饲鱼失败，阿爸就换做小姐的生意。无饲猪鱼以后，伊就去台中中华夜市卖蚵仔煎、蚵仔仁、煎粿等。伫台中中华路附近租一间茶房仔厝，真细间，一个人会当倒落去困。生理是下晡过昼开始做，到暗时差不多12点收档。伫遮困到天光，学倒摆徛咧，转来庄骹做事，顺续摕蚵仔甲青菜去卖，蚵仔家己开，菜家己种。第6个小妹对伊咧做。有一天，徛学倒摆载小妹要去台中，经过北汉堡的乌头桥，遐有一个家，转一个小妹煞落落路边。好你家在路边家家人无安怎，紧喊老爸，伊无听到，乌大摆共款一直徛，一直徛，真远才发现，这款的日子经过几啊年，厝的经济也有真大的改善。老母破病住院开刀，老爸为着要照顾老母，放弃夜市的生意。有一摆伫产里铺农药，中毒昏倒，就安尼身体渐渐就落车啊。加上当年辛劳一病不起，虽然老歌也咧传唱，阿爸，阮足希望阁听到你的歌声，阮足希望阁听到你的歌声。